去卓林學校理論，吳以莉揾翁靜晶幫拖。為人父母甚艱難，單親媽媽難上難。最緊要小朋友係咯，因為你知道始終15、16歲咧，我諗個個做阿媽嗰啲都知道15、16歲會係點啊，都真係，吳以莉上個月涉虐女被捕，卓林向自己學校報稱俾媽咪打傷，校方報案之後，卓林去咗契媽度住。到今個月7號，卓林返咗屋企，以為兩母女 friend 返啦。點知上個禮拜3，吳以莉又收到學校通知，話卓林拒回家。吳以莉嗰日夜晚親自去學校理論，但冇咩成果。到尋日，吳以莉再去學校理論，不過今次佢揾咗幫拖啊。多謝你哋咁多位，咁咧就傾得好開心，我哋今日好有成果，咁同學校達成咗好多即係共識同埋即係互解互諒咁樣啦。咁我諗會好好嘅啦，我哋係啊。問到卓林幾時返屋企，大律師翁靜晶表示詳細嘅嘢佢哋之後先講，但係進展唔錯嘅。咁有冇見到卓林啊？冇啊，係啊，我哋今日都係咯，因為嘅老師點樣大家點樣可以係咯，即係可以令件事好啲咯，係啊。因為今日其實係嚟講見面個女嘅問題，今日係嚟講咧，即係之後點樣去學校同我哋家長點樣一齊去配合啊，即係點樣大家一齊合作啊，令到即係卓林嘅教育啊，或者身心嘅健康啊，點去發展好啲啊，因為但係之前唔係話謝偉俊義務幫手嘅咩？因為我哋會識好多年啦，咁係啊，因為之前曾經就因為上次嗰件事就揾咗阿謝偉俊幫手啦，因為學校嘅嘢，我覺得都係媽媽咧比較會了解多啲咯。朋友身份幫手，係啊，即係識咗20幾年，係啊，OK 啊，係啊，所以都好好幫我。